各位同學大家好啦，咁今日咧我哋會一齊嚟溫咧中四科嘅段考嘅公民科，咁咧今日咧我哋就會嚟略略講解下咧，其實我哋成份卷咧一啲作答時候咧要注意嘅嘢啦。咁第一部分咧，其實咧我哋今次會有 MC 題啦，亦都會有配對題嘅。咁但係咧呢一段片咧最想咧就係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其實答題上邊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㗎。咁點解我哋咁着重咧？因為其實成份卷裏邊咧，其實大約40%嘅分數咧都係嚟自呢個資料回應題㗎。咁喺下學期咧，其實成份卷都係嚟自資料回應題，DSE 都係一樣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盡快掌握呢個嘅技能啦。咁所以咧，係譬如話喺呢啲嘅題目裏邊咧，其實大家要習慣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寫文咧，其實去到4分或以上咧，就已經咧係要用段落嚟到去寫作。咁譬如話4分咧，其實就係要寫兩段嘅結構啦。咁所以咧，譬如話咧，我哋點樣睇咧？4分同6分嘅分別咧，其實就係每一段嘅行數嘅分別。咁所以譬如話4分題咧，每一段啊，其實我哋大約咧就係寫緊咧4至6行嘅字數啦，4至6行嘅字數。咁所以咧，點樣得出嚟嘅咧？其實就係分數咧加2。其實就係個大約咧每一段嘅行數啦，咁所以咧同學仔咧要留意翻咧，唔可以寫得太少，亦都唔可以淨係得一句，咁呢度咧係攞唔到相關嘅分數噶啦。咁再落嚟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就係每一段啊，其實大家咧都要咧嚟到去引用資料噶。咁因為咧好多同學仔咧其實都係憑個人想像啦，或者堆砌一堆咧唔關事嘅資料，而忽略咗咧其實成個答題結構，我哋呢一科嘅要求係要有論點，然後我哋引用翻咧相關嘅資料咧證明個論點㗎。咁所以咧具體裏邊我哋其實要咧去到記住每一段咧，我哋都要引用相關嘅內容啦。咁我哋再嚟到去咧講多少少咧，就喺譬如話我哋攞一條咧6分題嚟到去做示範。咁呢條6分題咧，其實同樣地咧係要寫兩段㗎，不過每一段嘅行數會相對比4分題咧係更加長嘅要求，就係咧佢每一段咧大約係要寫6至8行為一段，咁然後咧每一段即係呢度咧係乘2嘅，即係要寫兩段啦。咁所以咧，譬如話參考資料，我要大家咧係要引用晒成個考卷裏邊所提供嘅資料啦，然之後咧就係解釋啦。解釋咧國家安全啦，對於咧香港繁榮穩定嘅重要性，即係話係講緊國家安全點解對咧香港繁榮穩定咧係咁重要，個好處係喺邊度咧？咁所以呢度兩段，即係話第一段其實咧，當我哋見得到繁榮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咧都可以寫翻咧，其實係一啲經濟上邊嘅好處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度都有寫到啦，就係國家安全其實就係經濟發展嘅基石。咁第二段咧，其實大家咧亦都可以寫到咧，其實係社會嘅穩定啊，因為咧其實國家安全咧就係維護咗嗰個嘅法治啊，以法咧嚟到去管治呢一個嘅社會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要尊重法律，並且咧唔可以破壞一啲社會嘅規範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能夠咧維持到社會嘅穩定發展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度咧，大家會見得到呢個就係主題句，然後我哋會引用一啲嘅資料啦，再嚟到去深入咁樣去解説究竟國家安全咧同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嘅繁榮咧係有啲咩關係啦。咁所以咧要提大家啦，每一段再次講啦，係每一段咧其實都應該有呢5個結構嘅，咁我唔詳細再講啦。咁咧，但係我哋睇一個例子，咁喺呢一度咧，譬如話每一段咧，其實我哋都要模仿呢一個結構，例如要有首先、然後或者第一、第二呢啲啦，去表明咧俾考官聽咧，其實你寫緊第幾段。第二，我哋要好清晰咁樣咧去寫咗呢個主題句啊，呢一段其實個重心就係講緊國家安全同經濟發展之間嘅關係。咁所以我引用資料嘅時候，我都要引用同經濟發展相關嘅資料同埋數據啦，咁然後就再嚟到去做咩咧？就係這反映其實就係講緊咧延伸嘅解説、延伸嘅討論啦，咁就係解釋得
更多咧就係國家安全其實同投資者信心、同外資、同商業活動、同經濟增長之間嘅關係。咁呢個咧就係詳細咁樣去討論啦。然後有個小結就係嚟到去扣翻你嘅主題句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典型咧，我哋公民科咧你要攞到分嘅時候咧，就要跟住呢個結構去寫嘢啦。咁所以咧，我哋評分嘅時候咧，都會係睇翻咧大家嘅作答嘅長度啦，大家作答嘅結構咧嚟到去睇咧，究竟大家咧係攞幾多分嘅。咁最後咧，呢一個係一啲失分嘅陷阱啦，希望大家都唔好犯以上嘅錯誤啦。最後咁喺呢一條嘅題目裏面咧，希望咧大家都係溫翻咧國家安全呢一啲嘅理解啦。咁國家安全咧其實係講緊咧國家咧嘅主權啦、完整性咧係唔受外部嘅威脅㗎。咁所以咧，譬如話甚至乎咧，而家我哋講到20個嘅國安範疇咧，其實就係有唔同形式嘅國家安全咧展現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會可能咧會 touch on 咧就係喺國家安全同國民嘅身份認同之間，其實係有冇關係嘅咧？其實往往國家安全，例如透過一啲嘅活動日咧，意識到公民意識到咧，其實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咧能夠增強到佢身份認同。咁咩叫做身份認同咧？其實就係你覺得自己屬於呢個社群。你認同到自己係咧屬於香港人或者香港社會嘅一份子，以至到大家要共力咧咁樣去一同咧去維護國家安全啦。咁所以有認同，其實我哋先會咧嚟到去更加愛錫呢個嘅地方啦。希望唔好佢陷入一個亂子度。咁最後啦，咁大家咧亦都要溫翻咧，就喺我哋喺單元4裏邊咧講好多咧特區政府嘅架構啊。咁尤其是係立法會嘅職能啦，咁希望咧大家都能夠咧準確地掌握得到或者解釋得到咧，其實係立法會嘅職能。咁呢段影片就去到呢度，咁希望同學仔咧都能夠喺公民科裏邊咧得心應手考到高分啦。